在多长家里寄钱，还嫁了个秀才。老刘家可真幸福啊，儿女都有了好归宿。老刘家，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呀。当年我也是这样目送着小妹出嫁的。小妹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力哥哥。人老了就爱唠叨。两位小友见笑了，感恩道友。您手上的红绳从何得来？你说这个？这是我小妹小时候便给我的。这红绳可有不妥？没有，没有。只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此物。莫非是做了白日梦了？梦？不是梦，绝对不是梦。哎，梦境无处不在。敢问道友，如何称呼？